一拜夜摩拉克风采太多数嘅在前睇南坡，唔过台中董事嘅杀上沙期也汹涌有淹水，今日大家都好也天时过好，大家将浸水嘅东西上户也都拿出来晒，一拜会造成有20件嘅人屋路淹水，主要係因为地基水库泄洪，睇大家河屯沙連海港家嘅殺上沙期用於保唔前做好，難為在前按洋葱。利用天水變好，今明年主將佔個水嘅濕全部拿出嚟洗，結果3.5拿冷，要到病毒海牙蛋白，看起將係萬國起強咗。我洗至到2-3。哦，容易洗哦，有。啊，後面有裝啊咧，有哪流東西？哎，冇法度啊。半夜出橋嘅下晝，因為地基水庫泄洪到大甲河，估價沙連河嘅河壩水兩河夾界嘅地方，河壩水泡漲，冇波冚部分殺傷沙氣，淹死是做大水嘞。啊，你係將曬好呢？曬糟誒。天時人到地種。天時嘛，嘛浸水。啊，浸水啊？係啊。啊，你下到地種嘛？唔敢用嚟。殺上下去，了拜非常嚴重，哦，敢若要苗園里都16件都淹水，啊太園里吼，嘛有他8、9件都淹水，哦，了倒嘅水係超過年嚟，哦，因為降緊按過。其實並唔係好長橋唔肯做波冚，係發包嘅速度聽唔到風采，因為連接橋波冚嘅工廠，前日初日就開始動工，了解冇造成現場嘅傷亡，已經係不幸當中嘅大幸。啊嘛就強制撤離38個人哦。除了撤離了後，公所全力清潔區屯嘅人填充那個家具啦哈，按照資源實際啦，還有58指揮部哈軍方主動了填修太子啊，就盡力那個加減。而家都講就準備其他建築，太修村了準備其他建築。公所除了業需部分哈，有2萬塊嘅補助之外，啊嘛了。專培就嘛有補助啦，啊你農田流失嘅部分仲係有補助。自從今年至大地通了千年水災之後，大甲河嘅河倉變過至少10個工廠，造成大擺北風采，河壩水都會濺出來。也是做啲基台波及一定要做好，讓民眾選擇取產安全，成為下游保障。下次李先龍台中報道。